Hello， 今鋪好正，幾個組合加埋好好玩，睇落就知。一開始有群蛇形態，加埋魚象，可以攻防都有啲保障先。轉頭已經過咗第一形態，可以見到上面有9個藥水格，仲要有支混沌藥水，這係有14支藥水。無咩特別，第二形態又結束。都冇咩好講，都係普通咁過。已經用剩3支藥水，到女王。冇錯，而回好玩在就係正在有夜掩加靈動步法，17敏捷，
靠防過都得。即使俾人虛弱咗，2張都有30防，加埋可以奇巧，應該好難再扣血。輕鬆57防。82防，冇虛弱佢都防到。仲有3支藥水，係時候屙練。24一下，打4下 KO， 慢慢磨死咗佢，爽。最主要都係拎住14支藥水，加上17敏捷防住過。多謝觀賞。